啊！要爆了，要爆了！所以啊！操笨蛇你这样，好硬哦！怎么硬啊？你们这人比之前还要硬很多啊！乐死！操笨蛇什么烂梗？不要，我不要看，不爽，不爽看。啊？啊？什么？你说？喂，大哥啊！红影兽吧。啊？原来一个强大的力量会是保护重要的物件。啊？啊，这不是那个啊？是不是那个啊？我猜是那个。我去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是不是那个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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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拜托跟我说是那个，拜托。不是不是那个，就是上面。好了，抱歉。靠呀，抱歉。啊靠！靠呀！告诉你，啊靠呀！抱歉，我错了。靠呀！哎，哪里？竟然在这里。好。跑速变快有点不习惯。靠呀！哇，过这里，过不去了。不是这样过的，大哥。靠呀！
这个应该是本来就有的，我觉得应该在第2游戏前就有，我也不知道，可能要换回旧版试试看。那就这样子而已嘛，真假的？我去，也不是啊，我从这边怎么过去啊？有道理。这样可以过了。算了，我直接再过去一次王冠那边看一下。最后一关。好累啊。看结果没有其他剧情，就这样子而已嘛。哇，难过。然后说我有点失望。我好不容易打赢了，结果这个是这样结局，我难过。我难过。再去看一次。没有办法啊，什么都没办法做，我难过。干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我看一下他们的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有的没的？看一下。就这样子结束了，真的假的啦？真的假的？就这样，就这样，确定就这样？真的假的？我好失望，好失望，我好难过，觉得世界难过，我好难过，干，我已经过了，然后可是。